너 이거 저요래 상주. 세상에 놈이 더도 문제 구역에 가서기. 都一个我干不看就钱呢？你还眼先送哎？你还让个气度？不苍嘛呀？那会儿当然推走人民都。你给婆母说看起来那我倒霉吧？我婆母几个看啥呢？连不要是呗？你给其他个气度，啥么当不起？一年干我那其他谁不远？我一进门都让他的中招院长给听着写的，让给我老怕钱没就呀钱都这，听不到让给我是那看啥差不着。其他的这么说的，我那其他谁不远？你哪个去？你把路子抓对的，我其他谁不是差远？可对对，其他个角落的因素青年的阿姨，他都其他通天抓对怎么其他个抓在那大把掐把起的下人没得阿姨，路起么抓对怎么？大把下车在哪了？看看给我那的大年的阿姨，看其他谁不远啥？你听这前边，马谁？你大把人其他个你不那样给吹生意的更说的，除了差不多你生意快个月，他差不多其他个钱都也的了。让等着吃不穷惨了，考虑那俺子那看嘛上不去，他的看上去穷还着的。对了，当我退出行不行？我拿你请他们的员工视频。哇，真的太好了！哇，哎，阿奇，你也是配音演员吗？不是，太好了吧？你的音色好好听啊！这国内的精髓这下，也没事吧？不懂，看表情了。我的厉害，真的太厉害了！真的假的？这次你配的真的牛逼着想过你，他们两个像我喜欢像我姐姐。哦呀，太厉害了，两位都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太棒了，真的。他觉得对。万一大哥生气了是个意思？哎，我前两天点不着急的，我那个突然错的，点不的别的一号去，帮一大姐生气了。阿姐妈的，阿姐妈的，我当结婚了之后可以要妈的，我你吃饭去的，别说那个帮一大姐生气了，他别说阿姐妈的，我问你不水准差不多这。阿姐，我的他的天天就这的，阿姐呢，没几股劲吃不消阿姐，吃不消这个，对，我阿姐，我对的给妈的，阿姐，我那些人们这呀老师唱一首歌吧。对。